有啲科技為咗效率而誕生嘅，有啲科技為咗市場而誕生。嗱，呢一個世界全球溝通嘅方式嘅發明，誕生喺一個男人嘅思念。1980年，中國山東泰安一個年輕嘅男仔 Eric， 每次搭10幾個鐘頭火車去見女朋友，車廂搖下搖下，窗外嘅風景不斷後退，佢心入邊只係諗住一句説話：如果可以撳一個掣，我即刻見到佢就好啦。嗰陣仲未有智能電話嘅，視像通話只會存在喺科技電影入邊。呢個念頭只係一個不可能嘅夢，但係佢一直冇忘記。1990年，佢想去美國讀書，進入科技世界，但係現實一次又一次咁被拒絕。簽證拒絕，再拒絕，再拒絕，被拒絕咗8次。8次嘅失敗足以打沉任何人啦。但係有句説話，唔放棄就有希望，就係第9次，佢成功咗。1997年，佢進入咗矽谷，加入 WebEx， 開始接觸網上會議技術。第一次好近佢當年喺火車上邊嘅夢啊！去到2007年 ，WebEx 被 Cisco System 收購，佢升到工程副總裁，收入高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戴翻副眼鏡先啦，如果唔係殘親啊！但係每次開會咧，佢都有同一個感覺嘅，畫面卡住嘅，聲音延遲，連線失敗添啊！佢心入面知道呢一個唔係聯繫，係隔膜。去到2011年，佢喺San Jose Cisco 總部，佢向高層提出咗一個諗法，做一個真正簡單流暢、人人都用到嘅視像平台。結果被拒絕。市場唔需要嘅，風險同埋好高啦嚇。保持原狀啦，都係嗰一刻佢明白啦。如果佢唔自己做，呢個夢永遠都唔會成真，所以佢辭職。同年喺 Santa Clara 租咗一個普通到唔普通嘅辦公室，佢帶住10幾個工程師創業 start up， 冇名氣嘅，冇資金添，仲冇保證嘅。但係佢有一個信念 ，Make customer happy， 唔係功能最多，而係最簡單、最穩定同埋最自然。去到2013年啦，商品正式上市，雖然增長慢，但係用過嘅人都話：唉，終於唔使同科技搏鬥，可以專心咁同人溝通。2020年啦，全球疫情爆發，世界好似停頓咗咁，封城啦，學校停課，公司關門，全球都需要一樣嘢。而喺灣區誕生嘅呢一個工具，一夜之間成為咗全球聯繫嘅命脈。高峰時期，每日有數以億計嘅會議參與者，全球數十萬企業同機構長期使用，服務遍佈幾乎所有國家同埋地區，年營收由0增長去到數十億美元嘅規模，市值曾經衝上1000億美元嘅級別高峰，直到呢一刻同大家揭曉 Zoom。所以下次你撳 Join Meeting 嘅時候，畫面一着，你見到嘅唔止係科技，係見到一個非常浪漫嘅男仔，30幾年前喺火車上邊一路望住遠方，心裏面只係諗，如果可以即刻見到佢就好啦。而灣區就係幫佢將呢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嘅地方。